受到廣闊低壓槽嘅影響啊，今日同聽日華南沿岸啊雨勢有時頗大，同埋有狂風雷暴㗎。所以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會係大致多雲啊，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㗎，雨勢有時頗大，最高氣温會上升到去28度。喂，我唔捨得飲喎咁樣。OK。要影低，係喎，你要 Lulu 定要嗱哇！全部有晒抽獎券啊！即刻抽喎！59，咦？點解唔係入車嚟㗎1號多唔多份啊你？好咁多人。